飲茶嘅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清白人氣泰北茶品牌，佢有超過100款茶葉選擇，最推薦佢嘅荔枝綠茶，香到好似置身喺荔枝果園一樣，絕對係一隻每個人聞到都會愛上嘅氣味。另一款心水推介係蝶豆花茶，完美還原平時喺咖啡店賣到40幾蚊一杯嘅蝶豆花茶，加上佢嘅茶葉半包裝幾靚，買嚟做手信絕對唔會失禮。呢度主打用天然成分製作嘅身體護理產品，大家嚟到尼曼1號一定要去啊！我買咗佢嘅椰子乳液，佢陣味聞落好舒服同埋低調，而且質地清爽易吸收，真係有啲後悔淨係買咗1罐。呢個牌子嘅精油全部都係100% 冷壓，佢嘅香味聞落好舒服，完全唔會有種好假嘅香味。推薦茉莉花味同埋玫瑰味，嗰陣咁啱做緊買2送1優惠，除翻開只係大約港幣100蚊一支，性價比超高。行到攰就嚟咗 food court 坐下，飲咗杯又貴又唔好味嘅芒果奶昔。總括嚟講，唔推薦大家嚟呢度食飯。晚上嚟到呢間人氣米芝蓮推介泰北菜，除咗泰北菜，亦有經典泰式料理選擇。佢嘅菜單好似本書咁厚，事關佢嘅菜式種類超級多，有泰北菜、創意料理、飯麵、海鮮類、沙律等等。建議事先睇定佢哋嘅 menu， 唔係嘅話好容易有選擇困難症。我哋分別叫咗三文魚沙律、蝦炒蛋同埋米芝蓮推介嘅脆皮豬腩肉。本身對呢間餐廳冇咩期望，唔知係咪因為咁樣，我覺得味道有驚喜。尤其係脆皮豬腩肉，絕對係呢度必點嘅菜式。皮脆肉嫩呢個4字詞絕對係最佳嘅形容詞，配埋佢嘅秘製醬汁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佢嘅飲品同樣有驚喜，必點右手邊呢杯果汁 mix 咗茶嘅飲品。餐廳入面嘅裝修佈置都好講究。當晚我哋大約6點去到，完全唔使等位。呢度可以買到泰國本地藥妝，價錢比較相宜，不過略嫌貨品種類唔夠齊全。呢啲麻面衫嚟到泰國一定要買，佢嘅質地透氣涼爽，而且容易打理。呢個牌子走簡約風路線，適合日常穿搭，而且價錢合理。我買咗佢呢一款上身衫，着去度假一流，有需要可以加翻件薄外套，增加層次感。今日嘅收穫好豐富，如果你同我一樣都好中意 shopping 嘅話，呢度一定會啱你。另外，商場2樓嘅清邁購物天堂主要售賣一啲精選嘅清邁本地品牌，不過普遍嚟講，佢嘅價位偏高，同埋款式設計相對大膽誇張，建議大家先行1樓，有時間剩先再行2樓。呢間酒店行去尼曼1號只需要5至10分鐘路程，主打豪華復古嘅殖民地風格，房間寬敞舒適，最欣賞佢嗰張床褥，瞓完1晚，第2朝直頭有一種叉觸電嘅感覺。佢嘅泳池亦都非常適合打卡 ，Welcome Drink 可以選擇喺酒店餐廳享用，或者 take away 都可以。由酒店行過嚟5分鐘，就到咗呢間冇人唔識嘅米芝蓮推介食店，食佢嘅招牌咖喱雞麵。我自己覺得味道唔錯，但未去到驚豔嘅程度。